光影裏的永恆回憶今年嚟到第6集，連同之前8集嘅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唔經唔覺，一共已經累積咗14本咁多啦。雖然咧有陣時我會聽到啲前輩咁講，唔中意望翻轉頭，只係中意咧展望將來。不過無可否認，過去香港娛樂圈無論歌、影、視、播，以至漫畫同埋書刊等等，確實咧係出現咗無數嘅經典作品。呢啲瑰寶唔單止係香港人嘅美好回憶，影響力更加係源自世界各地。直到今時今日，唔單止為上一輩所津津樂道，仲吸引新一代落力追捧。從呢啲出色嘅劇集、電影、歌曲衍生出嚟各種意想唔到嘅動人故事，有咁多上佳嘅素材咧，作為一個說書人，我當然好樂意，亦都好榮幸繼續寫落去，令到光影裏的永恆回憶呢個系列變成另一個永恆。今年光影裏的永恆回憶第6集，書名係逆流大師。顧名思義啦，主要係收錄咗好多逆流而上嘅大師篇章。人哋睇咧成功就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咧每位都要經歷好多嘅挑戰同埋難關，喺跌跌撞撞之間先至能夠收穫成功嘅喜悅。譬如公認好戲嘅謝君豪，第一次考演藝學院居然係失敗而回㗎。好彩佢好堅定咁樣相信自己，冇放棄到，終於達成自己嘅夢想。仲有啦，睇落好似一直順風順水嘅校長譚詠麟，最初咧佢喺夾 band 嘅路途上亦都一波幾折。喺70年代尾樂隊熱漸退嘅時候咧，佢都要捱過一段低潮期，先至能夠踏上巨星路。至於葛蘭姐姐、凌波姐姐、薛家燕，全部都要通過一關接一關嘅考驗，先至能夠成就傳頌至今嘅好歌同埋好戲。呢本《光影裏的永恆回憶錄》逆流大師特別推介嘅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導演鄭保瑞嘅珍貴專訪。我同佢咧喺長達3個小時嘅對談之中，瑞導咧向我好詳細咁描述佢從最低層嘅電影製作助理喺拍攝現場掃地買飯盒開始，喺跌跌碰碰之間就成為咗今日兼具票房同埋口碑嘅金像大導演。當中每一步其實佢都有其他嘅出口，戲權永遠都比留低容易，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堅守陣地，唔肯輕易咁放棄自己最中意嘅電影製作。呢個全新撰寫嘅導演故事，好值得讀者深思同埋細味嘅。喺呢1-2年咧，我就分別去過香港啦、內地同埋馬來西亞舉行新書嘅分享會。當中咧，我好深深咁樣感受到光影裏的永恆回憶同埋之前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呢2個系列咧，帶俾大家所謂嘅趣味，就係通過呢啲最熟悉嘅歌、影視作品，好似坐上咗哆啦 A 夢嘅時光機一樣，同我哋一齊翻去嗰個最美好嘅年代，可以同最好嘅同學當年一齊追捧過嘅偶像啦。又或者係農曆新年過年過節，曾經一家人齊齊整整咁去睇星爺發哥嘅賀歲片，又或者咧係同初戀情人有冇諗過一齊去唱 K？ 回不了嘅歲月咧，真係最令人神往㗎。而喺不同嘅分享會咧，都會有一啲比較年輕嘅讀者同我講，佢哋對光影裏的永恆回憶有好多嘅好奇，亦都問咗我好多關於書入邊唔同作者同埋被訪者。我最記得有一個後生嘅讀者同我講，好羨慕我哋能夠真正活喺嗰個黃金年代，證明咧出色嘅作品咧係能夠經得起時間嘅考驗。我喺度咧好希望咧接住落嚟會有一代接一代嘅後生讀者，可以透過光影裏的永恆回憶，欣賞得到香港曾經擁有嘅精彩。